疫病毒是你送过来，我认为他最不可以考虑桃园县。前副总统李秀莲针对卫福部长陈时中，因为陈时中代表民进党挑战年底9合1的选举可能性真悬，要去倒伊参选，到即马也未有结果。因为以前记者会，逐工都会看到伊李秀莲看甲袂做哩。那就全民复学会让你先当部长，当完部长有知名度以后，让你去选。现在如果你决定要选举，可以，你赶快辞掉。陈时中未前时日，就一直互人抗入台北市长民调内面，甲立委蒋万安、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做比较。另外一边，这个蒋万安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，因为这句话煞敲袂拄好。你现在就不努力，然后就是要用弃保的方式才能胜利。我请问弃保完要干什么？把你弃掉了后，对啊，因为你不用挑选人嘛，你提个猪头都要当选，那市民会这么傻吗？这时间蒋万安讲无应该做人身的攻击。黄珊珊伫面前重申讲，这段话是互人利用去，伊无这个意思，并且请问侮辱甲人身攻击的成分伫倒位？伊无想要讲有人对号入座。我不想说是对号入座，我讲应该是大家都要努力，不是吗？如果你不努力，才会有这个。大家就在各自的岗位上把事情做好，我想这是民众所期待看到的。台北市长什么人要参选，未经正式宣布，不过因为各方的言论，却充满火药味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